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9，诗篇107篇28节安尼讲：因就伫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伊对因的患难中带因出来。三甲来祈祷，对患难中带阮出来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诗歌，是阮的关台，是阮的避难的所在，也是做阮拯救的主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学落你。你是阮的爸的上帝，阮要尊你最大。主啊，阮要因为你的快乐来欢喜，阮要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圣手永远无离开阮。主啊，你予阮知你的拯救，就是因为你家己的名来拯救阮。主啊，求你拯救阮，求你引带阮。因为阮伫苦难中哀求你，你就对阮的患难中带阮出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